今日早起，咱先继续来关心台师大女子卡球队防威胁抽血换学分的这个事件，还当地咧探烧。教育部昨天下晡针对违反学术伦理的部分，分别罚这个研究的主持人陈中庆，也有教练周大英50万，而且要求台师大爱定性，嘛罚台师大110万。也那台师大是发声明回释的，强调管理有疏失。也那受害学生简其生回应讲，这不是重点，是开始。 这不是终点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关于教育部的回应，我这边想说，谢谢，终于开始了。对教育部点名罚款对研究主持人、甲女卡队教练周大兴甲真济共同主持人各罚50万，佢要求台师大重审，也罚台师大110万。受害学生简其生强调，已经等半年，等甲无法度搁等，才站出来讲话。根据昨天学校所发布的新闻稿。 我们会据此来召开校园的霸凌审议委员会，尽速召开。针对于学校所教评会做出的决议，我们会做最严格的审视。一旦涉及到不法或是不当，教育部我们就会退回学校重审。 对各界批评，台师大发布声明，对受害同学家长甲所关心教育甲人权的社会大众，对上深的歉意。检方承认这摆代志是学校管理甲监督的失职，教评会会马上启动定事中心审议，搁伫2礼拜内依法赶紧完成相关的定处。学校的全力配合教育部各区系甲检察单位的调查，提供所需要资料。伫教评会中心审议过程当中，照教师法和涉案老师暂时 停评的处置，避免甲有关学生的任何接触行为。针对涉案的教练周大英的处分，学生的面考表达不满，伊指出教育部指派3个独立的审议委员会建议改评2年内免搁评，不过最后台师大干了对教练这次1年内无减薪、无减课、无受重点、无行政、无出高等5项处分。请问，这个是纯处吗？这只是说。 今年不发给你年终3节，我把你的今年该有的福利收回。我们想问大家，本来说解聘加2年，大家都已经气到爆，说这样不够。那师大，你现在这个结果出来，你觉得大家能接受吗？ 另外，台北地检署指挥周大兴依涉强制侵占定罪，16下晡主动分函侦办，将周大兴电他治安被告。行政院长杜荣泰也真生气，要求教育部补救所有受害学生的权益，佮对教练甲计划主持人上严厉处理，以正校风。同时也要求卫福部追究计划主持人责任，佮支持北检赶紧进行司法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